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中原地產嘅 Helen， 今日帶大家嚟睇一個屯門市中心屯門市廣場嘅。喺我身後呢度呢，就係屯門市廣場嘅位置，咁喺呢度呢，就係屯門市中心最熱鬧嘅嗰一條街啦。咁啊，事不宜遲，同大家介紹下。屯門市廣場係信和於1987年至到1992年完成興建，分別起咗3期，提供1968個私人住宅單位，由318尺嘅細兩房至到592尺嘅大3房2廁，適合上車換樓多方面需求嘅客人。屋苑優點，交通生活配套完善，更加以細單位為主，入場費較低，容易上車。交通配套，樓下就係巴士市中心總站，更加步行5至6分鐘就可以到達地鐵屯門站。生活配套，樓下就係屯門市中心最大型嘅商場，行一條天橋就係屯門公園，有12.5公頃嘅位置俾你帶啲小朋友落去放電。各位家長最重視嘅就係校網，屯門市廣場為71區小學校網，附近小學包括有順德聯誼總會、何日東小學、順德聯誼總會、胡兆渠小學等等。中學有順德聯誼總會、梁鉾居中學、宣道會陳瑞之紀念中學。如各位想知更多詳情，請即刻聯絡我哋中原屯門龍一分行，或者直接 call 我 Helen。Thank you，bye。